近日有一組 Coco 嘅近照喺網絡上悄悄流傳，照片入面嘅佢同以前嘅形象好大唔同，如果唔係熟悉佢嘅人，幾乎好難認得出嚟。曾經嗰個圍繞喺謝賢身邊、青春靚麗嘅女仔，而家已經38歲啦。歲月喺佢身上留下咗獨特嘅痕跡，而佢嘅人生故事就好似一部跌宕起伏嘅劇集，充滿咗傳奇色彩。Coco 嚟自上海一個普通家庭，同好多懷取夢想嘅年輕人一樣，20歲嘅佢帶住對未來嘅無限憧憬，獨自踏上咗去香港嘅征程。香港呢座繁華耀眼嘅國際大都市，對於啱啱嚟到嘅佢嚟講，既係充滿機遇嘅希望之地，又係競爭異常激烈嘅殘酷戰場。啱中學校畢業嘅佢，冇豐富嘅工作經驗，又冇強大嘅人脈背景，喺求職嘅道路上四處碰壁。每一次面試嘅失敗，都好似一記重錘，狠狠咁敲擊住佢嗰顆滿懷希望嘅心。生活嘅壓力如影隨形，房租、日常開銷等費用好似一座座大山，壓得佢有啲喘不過氣嚟。而喺感情方面， Coco 同樣遭遇咗沉重嘅打擊。佢曾經全心全意咁投入一段感情，以為揾到咗可以依靠嘅港灣，然而現實卻無比殘酷。男朋友嘅背叛好似一把鋒利嘅匕首，直直咁刺入咗佢嘅心。被傷害得體無完膚嘅佢，內心充滿咗痛苦同迷茫，好似置身於黑暗嘅深淵，揾唔到一絲光亮。為咗逃避呢個殘酷嘅現實，佢經常獨自嚟到酒吧，試圖用酒精嚟麻痹自己內心嘅傷痛。喺昏暗嘅燈光下，喺喧囂嘅音樂中，佢一杯又一杯咁灌住酒，好似咁樣就可以忘記所有嘅煩惱。命運嘅齒輪總係喺唔經意之間開始轉動。有一日晚上，謝賢同朋友好似平常咁去咗呢間酒吧放鬆。酒吧入面燈光閃爍，音樂震耳欲聾，人們盡情咁釋放住生活中嘅壓力。而喺酒吧嘅一個角落入面，Coco 獨自坐喺嗰度，眼神落寞，默默咁飲住悶酒，同周圍熱鬧嘅環境顯得好格格不入。佢嗰個失意嘅神情就好似一道獨特嘅風景線，一下子吸引咗謝賢嘅目光。謝賢呢位喺娛樂圈大名鼎鼎嘅人物，因為喺屋企排行第4，被大家尊稱為4哥。佢嘅一生就好似一部精彩絕倫嘅傳奇大夫，喺事業同情感嘅舞台上都留下咗濃墨重彩嘅印記。17歲就混跡娛樂圈嘅佢，憑藉住出眾嘅外貌同唔俗嘅演技，喺影視領域迅速嶄露頭角，出演過上百部電影，成為咗嗰個時代娛樂圈嘅標誌性人物。呢個時候見到咁樣一個孤獨又落寞嘅女仔，謝賢心中衝起一股憐惜之情，佢主動走上前去，輕聲同 Coco 打招呼。簡單嘅交談中，謝賢嘅幽默風趣同溫柔體貼，就好似冬日裏嘅暖陽，漸漸融化咗 Coco 內心因為受傷而築起嘅堅冰。愛情嘅火花就咁喺兩人之間悄然產生。鬆過之後，謝賢對 Coco 展開咗熱烈而執着嘅追求。佢總係想盡辦法製造各種同 Coco 相遇嘅機會。今日送佢一束靚到爆嘅鮮花，聽日陪佢傾一整晚嘅天，後日又帶佢去體驗各種新鮮有趣嘅嘢。對於 Coco 呢個樣嘅年輕女仔嚟講，謝賢嘅溫柔攻勢就好似一張無形嘅大網，令到佢漸漸深陷其中，無法自拔。一來二去，兩人嘅心越嚟越近，順理成章咁走到咗一齊。呢段忘年之戀嘅曝光，瞬間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震驚咗成個香港娛樂圈。兩人年齡相差49歲，社會地位又截然不同，無論從邊個角度睇，呢段感情都令人覺得好不可思議。起初，外界對呢段感情充滿咗質疑同謾罵，一啲別有用心嘅人指責 Coco 係為咗名利同資源，係用自己嘅青春去換取財富。亦有啲人嘲笑謝賢老牛食嫩草，貪圖 Coco 嘅美色。當然，
呢其中亦唔乏一啲祝福嘅聲音，佢哋認為愛情無關年齡，只要兩人真心相愛，就應該得到尊重。面對外界嘅種種聲音，謝賢同 Coco 卻表現得好堅定。佢哋唔在乎別人嘅睇法，亦唔理會呢啲無端嘅指責，只係緊緊咁牽住彼此嘅手，堅定咁行喺屬於自己嘅愛情道路上。誰都冇諗到呢段唔被看好嘅感情，居然持續咗12年之久。喺呢12年入面，兩人嘅眼中只有彼此，再也容唔下其他人。佢哋嘅生活充滿咗甜蜜同溫馨。閒暇時光，佢哋會手牽手漫步喺香港嘅大街小巷，感受住呢座城市嘅獨特魅力。喺社交場合中，佢哋總係形影不離，成為咗眾人矚目嘅焦點。兩人相處時熱情奔放，多次被拍到喺公開場合相擁親吻，一點都唔掩飾對彼此嘅愛意。謝賢對 Coco 可以話係寵愛有加，佢每月會俾 Coco 10萬港幣嘅生活費，令到佢唔使為生活瑣事擔憂。唔止咁，佢仲送房、送車、送珠寶，只要 Coco 中意嘅，佢都會盡力滿足。兩人經常一齊出現喺商場，Coco 負責逛街購物，揀自己中意嘅衫、包包同飾品，而謝賢就喺一邊耐心咁陪伴，負責刷卡買單。佢哋呢種相處模式，令到旁人睇到都羨慕不已。外界嘅質疑聲從未間斷，有人話 Coco 係用青春換資源，亦有人依然話謝賢貪圖美色。但對於呢啲言論，兩人統統唔理會，繼續過住自己幸福嘅小日子。謝賢唔止帶住 Coco 入到自己嘅社交圈子，令到佢至得好多娛樂圈嘅名人，提升咗佢嘅眼界，仲教佢學習社交禮儀，令到佢喺各種場合都能夠表現得得體大方。佢更加帶住 Coco 出席各種大型活動，令到佢有機會喺更廣闊嘅舞台上展示自己。而 Coco 亦都冇一直活在謝賢嘅庇護之下，佢藉住謝賢俾嘅機會，不斷提升自己。佢選擇去留學，學習設計知識，提升自己嘅品味同內涵。喺呢個過程中，謝賢既出錢又出力，帶住佢到處旅遊、睇世界、長見識。喺呢段感情入面，雙方都用心咁包容同理解對方，並唔係邊一方過分嘅索取，而係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長。Coco 送一個懵懵懂懂、涉世未深嘅小女生，喺謝賢身邊學會咗點樣應付錯綜複雜嘅人際關係，點樣喺複雜嘅娛樂圈中游刃有餘咁生活。而謝賢喺 Coco 嘅陪伴下，又重新感受到咗年輕同活力，好似返到青春歲月。然而，就喺大家都以為呢對爺孫戀會一直持續到老嘅時候，嘢就發生咗轉變。或者係出於對 Coco 未來嘅考慮，擔心自己年事已高，唔能夠一直陪伴喺佢身邊，希望佢可以喺未來揾到更好嘅歸宿。又或者係對自己身體狀況嘅擔憂，害怕俾 Coco 帶嚟負擔。漸漸咁就傳出二人分手嘅言論。起初誰都唔敢相信，曾經咁恩愛嘅兩人竟然會走到分手呢一步。但後來喺一次採訪中，謝賢親口承認咗分手嘅事實。談起呢件事，佢嘅言語中充滿咗唔捨同無奈。冇戀愛啦，大家都係朋友，以後唔會再見。呢一句話一出口，瞬間掀起咗陣陣波瀾，就好似當初佢哋公布戀情嘅時候一樣，引起咗外界嘅廣泛關注同熱議。分手嗰陣，謝賢俾咗 Coco 2000萬嘅分手費，佢希望 Coco 可以用呢筆錢開啟新嘅生活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但冇過多久，二人再次同腔被拍到，佢哋喺一間餐廳同友人一齊食飯，畫面睇起嚟好和諧，好似分手並冇影響到佢哋之間嘅情誼。分手之後， Coco 冇過多嘅糾纏，而係選擇咗返到上海老家。上海呢個充滿機遇同挑戰嘅城市，係佢夢想開始嘅地方。喺嗰段時間，
佢幾乎消失咗喺公眾嘅視野，引得眾人對佢充滿咗好奇。大家都想知道離開謝賢之後嘅佢生活究竟過得點樣。當佢再次出現喺公眾視野嘅時候，所有人都眼前一亮。佢整個人好似脫胎換骨咁，變得更加獨立、自信同充滿魅力。佢唔再係需要依附於他人嘅女仔，而係揾到咗自己嘅人生價值，過住佢理想嘅生活。佢投身喺自己中意嘅設計事業，用自己嘅才華同努力創造住屬於自己嘅精彩。喺設計領域，Coco 憑藉住喺國外學到嘅專業知識同自身獨特嘅審美眼光，逐漸嶄露頭角。佢參與嘅多個設計項目都獲得咗業內人士嘅高度認可。佢嘅作品唔止喺風格上獨具特色，而且注重細節同品質，深受客戶嘅鍾意。佢經常穿梭於各種設計展會同交流活動，同同行分享自己嘅設計理念同經驗，不斷提升自己喺行業內嘅知名度同影響力。同時，Coco 亦都注重豐富自己嘅精神生活。佢熱愛閱讀，通過各種書籍不斷拓寬自己嘅知識面同視野。佢仲鍾意運動，經常去健身房鍛煉，保持住良好嘅身體狀態。佢同朋友保持住密切嘅聯繫，時常相聚，一齊分享生活中嘅喜怒哀樂。喺家庭方面，佢同家人嘅關係更加融洽，經常陪伴喺父母身邊，盡享天倫之樂。而謝賢分手之後，佢嘅生活逐漸趨於平靜。佢冇再揾新嘅伴侶，而係更加專注自己嘅身體同家庭。佢開始注重養生，經常鍛煉身體，同親朋好友相聚，享受住平淡而又溫馨嘅生活。佢偶爾會參加一啲公益活動，用自己嘅影響力為社會貢獻一份力量。結束咗呢場高調嘅戀愛，二人都冇再過多咁出現喺公眾嘅視野之中，各自過住屬於自己嘅生活。近期有媒體拍到 Coco 嘅生活狀態，逛街、飲咖啡同好友聚會成為咗佢生活嘅一部分。佢同3、5好友相聚，談笑風生，面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家人亦都陪伴喺側，一家人其樂融融，享受住天倫之樂。Coco 用12年嘅時間得到咗自己曾經想要嘅一切，送一個初出茅廬嘅女仔，成長為能夠喺社會上獨當一面嘅女性。而謝賢喺晚年亦有 Coco 嘅陪伴，唔再感到孤單。喺呢段感情入面，雙方都刻骨銘心咁愛過。佢哋一齊度過咗好多美好嘅時光，亦都共同面對咗外界嘅種種壓力同質疑。喺呢段感情裏面，冇是非對錯，只有真誠嘅付出同相互嘅陪伴。佢哋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咗愛情嘅真諦，唔受年齡、地位等因素嘅限制，只要兩顆心相互吸引，就能夠綻放出絢爛嘅光彩。最後，願 Coco 一切安好，喺未來嘅日子裏面，繼續追尋自己嘅夢想，收穫更多嘅幸福同快樂。呢段愛情故事亦都會成為娛樂圈中嘅一段獨家記憶，激勵住更多嘅人勇敢咁去追求愛、表達愛，令人們相信喺呢個世界上，真愛係存在嘅。無論遇到幾多困難同阻礙，只要堅持，就能夠收穫屬於自己嘅美好愛情。